真要變得更好，唔可以淨係靠自己嘅，你要多個幫手同你行得更前。因為個市場係咁變，日日返工點先可以跟貼啲？作為僱主，公司規模越嚟越大 ，schedule 咁密，但你仲想做好啲，甚至係老公，你要做人爸爸啦！要好好向前行，梗係要揾個專家幫手。自己睇唔晒個世界，等擁有超過80年退休管理經驗嘅專家幫你計劃，做你最好 MPF 拍檔。有咩問題，我哋成 team 人支援你。想善用時間，打開個 app， 即時轉換基金同管理賬戶，1分鐘都唔嘥。人生唔同階段，我哋有多元化嘅基金選擇，等你揀到啱自己嘅組合。宏利 MPF 同你一齊行得更前，將唔同客戶都放喺第一位，用專家實力同你睇更好嘅風景，成為香港人之選，引領同籌，共證更好。